嘉义绿草伫上元的时阵有举办放花马仪式，替地方祈福消灾解厄。今年庙方有甲在地学校合作，头一摆互学生囡仔参与做花马，希望这项对清朝时代开始的民俗文化会当伫地方继续传承。专心听台顶老师的指导，学生囡仔制作花马，要伫元宵节做伙参与放花马，学校甲庙方合作，唔但教功夫，嘛教地方的文化。 第一次做这个小火马，而且这也是我家乡的一个习俗。学习怎么做那个火马，然后还可以了解一些历史。庙方讲，放花马为清朝就是绿草乡一项消灾解厄的仪式，中捌停办60天，今年才复办。今年庙方甲学校做伙制作65只花马，扩大举办这项活动，嘛互囡仔入捌在地文化。烧火马也意味着把那个瘟疫把它带去天上。 壮观啊，烧起来很壮观。咱这大师吼，伊做花马这大师哦因来教这小朋友，看讲啊，这花马是安怎做啊，安怎下哦，已经这古的这传统已经哦，也要消失了啊。 绿草高小表示，放花马是嘉义县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，虽然已经中断真长的时间，希望会当为即马开始，透过教育，把这项在地文化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